歡迎收睇蛋撻 TV， 我係楊如思。最近台灣政壇因為生果嘈到拆天，台東縣長姚慶鈴原本打算親自去福建參加海峽論壇，幫當地農民推銷下名產鳳梨同釋迦，被陸委會以論壇係統戰平台為由，禁止公務員離境出席。吉米，你點睇呢場生果政治大戲呢？呢班台灣政客真係將雙重標準玩到出神入化。陸委會主委邱垂正自己都曾經出席過海峽論壇。綠營大佬洪其昌多年來往返兩岸做生意，又冇人話有問題。綠營人士去大陸就叫做健康有序嘅交流，藍營縣長幫農民揾訂單賣生果就叫政治訂單。同一件事唔係睇規矩，係睇你咩色板。沈伯洋冚家開廠賺人仔就叫自由，台農推銷下水果就叫通共。按咁嘅邏輯，鳳梨都變統戰工具啊！退而求其次，姚慶鈴迫於無奈。你唔俾我飛，咁我錄條片推銷下啲鳳梨同釋迦總得啦。點知錄條片都有罪。台東的農民來說，實在是一個莫大的鼓勵。期待在今年鳳梨釋迦豐收的時候，能夠和大家一起分享。陸委會反手就話，因為有人檢舉，要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將姚慶鈴移送內政部門行政查處。而且連一齊簽約嘅花蓮縣農會、南投縣農會等5家民間農業單位都話要一併查辦，簡直就係格殺勿論。呢招咪就係典型嘅實事唔做，壞事做盡咯。講真，如果民進黨政府真係咁有本事，將台灣啲生果賣到全世界，啲縣市長使鬼咁辛苦，周圍奔波幫農民求訂單咩？自己冇能力幫農民揾出路，見到人哋揾到生路，就即刻用公權力出嚟恐嚇。司法騷擾，用罰單代替訂單，呢種政治肅清、製造寒蟬效應嘅手法，完全係想逼死班台灣農漁民，斷人哋生路。平時民進黨最中意講支持基層、照顧農民，結果而家農民想賣水果就被鬧養人鼻息，院長幫手揾訂單被話違法，農會簽約被開庭查辦，搞到最後都分唔清究竟邊個係農民敵人。陸委會主委大搞商標之餘，副主委梁文傑更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，佢喺記者會上公開講話鳳梨釋迦呢種生果，台灣人幾乎唔食，又話90%銷往大陸根本就係仰賴大陸鼻息，仲叫大家唔好落入養兔殺嘅陷阱。呢番言論一出，引起全台灣基層農民嘅強烈不滿。呢位梁文傑副主委真係無知到極點，台東縣政府即刻出嚟闢謠，外銷同內銷比例接近5-5開。台灣本土有1萬噸銷量，咩叫台灣人幾乎唔食？連賴清德先前都公開講過自己好中意食鳳梨釋迦。照梁文傑咁講，賴清德唔係台灣人啊？呢班官員每日做冷氣軍師講風涼説話，一邊賺住大陸每年上千億美元嘅貿易順差，一邊就鬧兩岸交流係統戰，一邊又要銀，一邊又要食台農啲人血饅頭。台農人哋1年365日睇天食飯，官員一句説話，台農成年心血變政治笑話。梁文傑眼見群情洶湧，事後就跑去同民進黨台東縣長參選人陳瑩同台做 show， 話買1000支釋迦冰棒，意圖同台農滅火。民進黨做 show，本質上根本就係將台灣老百姓當白痴。農民最單純嘅願望就係水果賣得出，價格穩定，可以養家糊口。依家搞到賣生果都要先睇政治立場，要向綠營報備。如果兩岸交流全面收緊，未來全台灣幾萬個靠釋迦鳳梨相關產業揾食嘅台農同工人點算？民進黨同農民講唔好依賴大陸市場，又冇幫台農揾到第二個市場，連替代方案都冇，淨得一句唔好賣。咁對農民嚟講唔係政策，係封路。水果滯銷仲可以用公帑補貼，民心滯銷就真係神仙難救。一場生果大戲，照出咗唔少綠營政客雙標嘅嘴臉，一意孤行，大搞兩岸對立嘅苦果，最終又係由最無辜嘅底層去孭。蛋撻 TV， 我哋下次見。蛋撻 TV 有意思，同你笑住傾時事，開心 share 一齊睇，食花生俾個 like。